微笑讲客语 ，Vivi Sell 共学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欣赏，还记得吗？刚刚都欣赏嘛，欣赏就是老师，又来到了微笑讲客语的时候咯。他搞用好来共学吧哦。我们在很多民间故事当中呢，常常看到很多是傻傻的老公配上很聪明的老婆，要不然就是傻媳妇呢配上恶婆婆，还有呢傻长工配上一个很聪明的老板。而这样子对比的故事呢，常让大家捧腹大笑。哎呦，怎么会那么笨？哎呦，怎么那么聪明呢？今天我们接着来学客家话的聪明怎么说。聪明叫做聪明，聪明，就是我们这个中文里面的聪明这两个字，聪明。然后呢，我们说这个人很精明 ，very smart 的话呢，客家话是用这个字，精脚，懂精脚，就是很精明的意思。好了，有时候聪明呢，跟这个精明呢，其实就是很像的东西，就是很聪明，懂精脚。有一句话很好玩的，叫做“精明四哉”。精明就是精明的人，聪明的人。四哉就是动嘴巴使唤人的意思啦。这样讲哦，那聪明的人只要动嘴巴，比他笨的人呢就做苦工拼命做了。哇，那像我这么劳碌命，当一周都搬伤心啊，还精明呀，还懂翁呢？我到底是算聪明呢，还是很笨呢？我们来看笨怎么说呢？笨呢就是懂翁，懂聪明呢就是懂精。所以呢，客家有一个谚语很可爱哦，叫做精翁两隔壁，隔壁就是隔壁的意思。精翁两隔壁就是很精明、很傻，其实就住在隔壁。其实很类似所谓的大智若愚，或者是傻人有傻福了。看起来很精明的人，搞不好他反而会吃亏；看起来傻傻的时候都不计较，搞不好就有福气呢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骂人很笨可以怎么说？呀张翁呀张翁像我爸爸就常常骂我，我鬼娘你公公哦，很怕我吃亏，叫我不要笨笨的。男生很笨啊，叫做翁古，古就是男的意思。女生很笨呢，叫做翁马，马就是女的意思。翁古翁马，不是有个客家流行歌叫做胎翁古，胎翁古就是指这个男生是个大傻瓜。OK， 今天教导他这些东西，不是要叫你骂人哦，只是你听到人家说人家在胎翁古，人家在胎翁马，你千万不要跟他说暗自 say 哦，你要听得懂，他其实是在说你哦。好了，我是徐薇，下回再聊了，再见，张伟亮哦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